找了一日一夜了，还是没有小凡的踪影。他是不会放弃的。我知道以他的脾气，如果找不到灵石的话，是绝技不会离开这里的。景宇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李寻那件事情？你就不怕他害得小凡拿不到灵石？再说了，碧瑶不也是你的朋友吗？难道你不想让他复活吗？我也想帮小凡复活碧瑶，可惜人死不能复生，碧瑶已经不在了。小凡是我唯一的兄弟，我不能让他误入歧途。可是他已经不想再待在清远了。不会的，他只是一时伤心，糊涂了。算了吧，先找到小凡再说吧。这地方这么大，当初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当初在空桑山找了很久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没错，这便是当日我师父用来炼蛊的炉。只要找到散落在古剑的血蜻蜓，让他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找到观星崖了。待会我施法，香气自会把他们召唤过来。就是这儿。我记得上一次这里有一个隐形的屏障。那你快进去取灵石吧。你呢？我还是不进去了，免得待会儿你又提心吊胆的，生怕我会在背后给你一刀。谢了，张小凡，一定要拿到灵石。雅茹，张少侠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你还记得我？当然记得。上次碧瑶带你过来救好你之后，这一眨眼就是1年多了。怎么样，身体如何？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求雅茹，救碧瑶一命。什么？碧瑶她替我挡了诛仙剑，我现在只想让她醒过来。这样，你先起来慢慢说。碧瑶姑娘呢？她还在护旗山。只要雅主您肯答应，我立马让鬼王把她带过来。不是我不愿意，只是你先起来吧。起来。张小凡，你随我来，我带你去看灵石。如果你还坚持要复活碧瑶姑娘，倒也随你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少城主，
听说你把于都城治理的不错嘛，比你在青云可是出息多了。少废话！张小凡在什么地方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一伙？我没见过他。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秦无言。如果没有灵石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到。亚种，标只获得了7天的性命，求你一定要帮帮他，不能再等了。还等什么？人都杀过来了，抢走跑了！秦无言，不要冲动。你带了多少人过来？小凡。谁告诉苍松的？是我说的。
上次让你打探诛仙剑的下落，虽然最后未有结果，但也算尽心尽力。鬼王赏罚分明，让我送抑制兽神之血的丹药给你。听闻青云一战，道玄田不易对你十分器重，已让你暂理通天峰事务，待掌门之旨。师尊道玄受伤闭关，青云门的重要事务全部交于田不易、曾书长处理。我也只是打理一些零碎的小事。你无需紧张。若是他日你可以坐上首座之位，执掌青云，那对我派也是大为有利之事。只是可惜，此次受挫，又使我派四分五裂。短暂时日不会轻举妄动，你继续留在青云，等待时机。还有，张小凡复活碧瑶之事，你不可插手。为什么？无论事情成败，他都会为我派所用。此事你无需理会，尽快赶回青云便是。是。叔叔已将关心崖主及其村民带回鱼都安顿。这件事情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错。没想到会牵连无。今日，外公，我又见到秦无言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一次，他居然跟小凡是一边的。曾叔叔，你别过来，我烦。
你去哪里？我现在要回禀师门，请田师叔下山。现在只有他能亲自惩治张小凡了。师兄，小凡只是悲伤过度，一时糊涂。如今青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，我会劝他回来的。靖宇，你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，劝说还有用吗？小凡不及师兄那样有聪明才智，不能圆滑魔教与正道。他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他需要有人在旁提点。师兄这样步步紧逼，不知有何缘由。雪琪，你听我说，见到张小凡，就一剑杀了他。师父，张师弟不会与师门为敌的。我了解他的为人，他绝对不会的。雪琪，你不要再有侥幸之心了。难道你希望有朝一日，他杀回师门，灭我青云吗？他们让你来兴师问罪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很清楚现在做的一切，并有勇气承担这一切的后果，那就没有任何人能给你定罪。我来这是想到一件事情，特意告诉你。下山前，师父跟我说，掌门师伯没有错，让我见到你之后无需多说。直接一剑杀了你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是我师弟，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可是我现在不能把性命交给你。上次奉师命下山追捕你时，我就已不是你的对手。现在我也不会对你动手。还记得在小石镇那天，你对我说，人之所以要变强，就是不想面对那些两难的选择。现在呢？想到办法了吗？没有。所以，有些事情，无论你多努力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眼下形势，无论你是否能复活碧瑶，你都不要再回青云门了。我唯一愧疚的，是对不起把我养大的师父和师娘。你回去以后如实禀报，不用为我开脱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彻底死心，以后再也不会释放。萧师兄已经返回青云门，禀告了关于你的一切。既然你已下定决心，我这就回去，拖住田师伯，多给你几日时间。
多谢。也许再见面时，你我就已经是敌人了。张师弟，我知道你对碧瑶的感情，可是，在青云门里，对你来说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比她更重要吗？没有谁比谁更重要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是我对碧瑶的承诺。你承诺之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。张小凡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把玄火晶交出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玄火剑要是真的在我身上，你尽管来拿！你尽管来拿！以后我要的时候记得还给我。为什么？我居然没有发现。为什么你那么傻？证据确凿。张小凡，你说你不是鸡鸣狗盗之徒，你是什么？这下你们还怎么说？想要抓我的话，一起上我！多谢。师兄，反正玄火剑咱们已经拿回来了，至于张小凡的逆徒，就交给青云门他们自己处置吧。你们果然是师出同门的好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哼。
这天地明石果然威力无穷，只可惜我有伤在身，不能吸取太多的灵力。太阴血阵的范围虽然不大，但是足够你疗伤所需了。等到灵石的灵力被吸光了，你的伤势便可痊愈。只是这里离余都太近，怕就怕青云弟子和张小凡，还有鬼王宗的帮凶再找来，那就节外生枝了。你久服血虫，受。小凡，你去哪儿？我只是希望我心爱的女孩能够活下来。
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正魔殊途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。有时候真的挺羡慕你的。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学你，不去找他，也不让他来找我。或许就隔着那么一条街，哪怕只是远远的望上一眼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如果上苍垂怜，能够把它还给我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任何奢求了。其实我的情况也没你说的那么好。虽然师门没有明说，但我爹死活不让我娶丁玲，丁玲也不肯嫁给我。唉，现在好了，他是锦绣坊的老板，变得跟金瓶儿一模一样。正道魔道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更加是不可能了。今天早上我还去看他，他闭门谢客，不肯见我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这个世间才会消弭仇恨，不会再不死不休？什么时候？玄火剑定是碧瑶给他的，还变了个玉佩放他身上，说不定是给他防身用的。我一个人管着这么大的城，还成天提心吊胆，生怕门派里头后院起火。如今我的兄弟又变成这个样子，靖宇，你说小凡到底去哪儿了？他如果再回鬼王宗的话，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比你更不想失去他。是啊，我师妹你们打小认识，竹马之交，但是我一直把他当成我最好的兄弟。只是这个兄弟，总归与咱们不同道啊。得先想办法找到他。如果这次再遇见他，我们再也不能让他走了。行，我先把秦慕言的事放在一边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小凡找回来再说。靖宇，苍宗夺了灵石，逃去哪儿了？既然玉阳子的伤重到需要灵石去治疗，想必他可能并没有走远，可能就在这附近疗伤。这样，明日我去城外找，你在城内找。如果见到小凡，务必让他留下。好。野狗，别走！还想跑？谁把你放出来的？我不能说。你想干什么？小凡呢？他不是应该跟你们在一块儿吗？我也找他呢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要老实回答，我就放你走。鬼王想找小凡做什么？到底有什么阴谋？鬼王只是说要复活碧瑶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人家女儿死了，怪可怜的，当爹的不容易，他能有什么阴谋啊？算了吧，你走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是不是找张小凡啊？
你带上我呗，啊？带着你，像什么话？我是青云门的，你是魔教的。苍松和你不都是出身于炼血堂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不认识他。哦，他现在已经和玉阳子是一伙的了。我上次和张小凡回义庄，就差点中了梦姬的埋伏。义庄？一边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谈昨日怎么